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自主學習的思告動力加油站。透過自主學習，同學們如果能恆常參與中文、英文、數學、常識、人文、科學科的網上自學平台，並進行課後學習，就能夠獲得績點。積極參與各科的學習，累積你的績點吧。首先是中文科，我們有階梯閱讀空間，在每個階段約2至3個月，如果你完成閱讀篇章達到12篇，就能獲得10個績點；如果完成閱讀篇章達到24篇或以上，就能獲得25個績點。請注意，全學年會分成3個階段來計算績點。接着是英文科，每次長假期完成閱讀指定的圖書1本，可以獲得10個績點；如果完成閱讀指定的圖書2本，可以獲得25個績點。同樣地，全學年也是分成3次長假期來計算績點。我們推薦 Epic 這個平台。現在看到的是數學科，每階段約2至3個月，如果你完成每日10題達到8次，就能獲得10個績點；如果完成每日10題達到16次或以上，就能獲得25個績點。同樣的，全學年分成3個階段計算績點。我們使用現代小學數學的每日10題。再來是常識科的問答龍虎榜，每階段約2至3個月，完成挑戰題2次，可以獲得10個績點；完成挑戰題4次或以上，可以獲得25個績點。請留意，全學年也是分成3個階段計算績點。人文科也是問答龍虎榜，每階段約2至3個月，完成挑戰題2次，可以獲得5個績點；完成挑戰題4次或以上，可以獲得13個績點。同樣的，全學年分成3個階段計算績點。最後是科學科，一樣是問答龍虎榜，每階段約2至3個月，完成挑戰題2次，可以獲得5個績點；完成挑戰題4次或以上，可以獲得13個績點。全學年也是分成3個階段計算績點。希望大家踴躍參與自主學習，多多累積績點。謝謝大家。